我是丹尼，咱先带观众朋友来关心上新的消息。昨暉透早，宜兰五街有一个负责人，伊骑车要去买菜，遭叫一个食酒驶车的查甫人弄死。想袂到这个23岁查甫驾驶，伊弄着人煞是当场活着做伊走。警方就去甲这个驾驶引导，伊的酒测值有甲0.61，然后警方嘛随家送地检署侦办。透早4点天也袂光，这查某人骑车出门去市场买菜，向对向一台轿车冲过来，甲伊连人嫌车弄甲飞出去，最后弄到路边的铁架才停落来。家庭拢互监视器翕到，当地骑驾驶真大声，弄到声音惊精神。我对两个出来看到这发生什么代志啊！一开就我那个遮阳板就掉下来，整个这个就垮下来，都垮下来。车子就是卡在那里。对啊，卡在里面了。造成事故车车头受损真严重，铁架条仔也断去。厝顶落一边原本停伫内底轿车用弄到，离发生的这个车祸地点位伫宜兰县五结乡清河路二段。63岁姓高这骑车人当场死亡，造成事故23岁至4人的人，当时无通报救护，离世逃走。了伫厝内底，互警方抓到，酒测值达到0.61，互依照涉嫌公共危险、逃走者罪嫌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。该林姓民众坦承驾驶肇事逃逸，警方当场逮捕并实施酒测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。全案依公共危险、肇事逃逸致死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。根据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统计，今年1月到7月，全国30类啉酒开车交通事故死伤有6046人，比去年同期增加5.6%。法令愈来愈严，数据却是欠悬，应该是甲新冠疫情解除禁令了后，民众斗阵啉酒机会增加，心态放松有关系。因为今年疫情整个解封，所以呢，国人又恢复了过往就是聚会还有饮酒的场合，也因此我们看到在这1到7月慢慢的爬升，这是令我们忧心的。警察局他们要多多进行临检取缔，这是最有效遏制酒驾上路。张家高啉酒开车，大部分是累犯，政府应该评估这个人是不是有酒瘾的情形，应强制转介治疗。另外，警方应该较加临检，才有法度阻止啉酒开车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